在地人在地情来看西南亚国家风景区有丰富的自然环境，管理处特别举办活动，要邀请民众来体验当地美丽风光。西拉雅国家风景区有办观光活动，为今日起3个月，邀请乡亲去参观甲游览。这次的主要摄影主题是在佐证二寮日出的摄影。那么这次比赛的最大奖的第1名是有3万块的奖金。这摆活动真多元，包括小旅行、摄影比赛等等，同时嘛有抽大奖的机会，鼓励民众去合作的店家消费，感受西拉雅国家公园的风采。在玉井的芒果冰，还有我们西拉雅观光圈的非常多的这一个精酿的啤酒，都是算是非常好的这个有吃有喝有玩的这个泡温泉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去游览会使食冰，感受自然风景，伫西拉雅国家公园留下难忘的假日回忆。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